高雄市政府甲中山大学合作来试办农业辅助的工具，农民若是派这种的工具咧采水果，省时搁省力。经过万苦瓜，这农药总是头爱压悬悬，双手嘛压真悬，时间一个久，讲一个姿势，若是遮酸，就是遐疼。不过即马会使派这项。现砍腰后沿，派这个技师调整角度，过来挽苦瓜，确实加正生力。有啊，有生者啊。因为工人要清，有适合，因就清啊。主要的缺点就是讲你清起来，可以放下来，像我们那个人，安尼起，动那个活动，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清起来秘书机器鉴定的技师是高雄市政府甲中山大学合作试办的农业生产辅助工具，主要功能是协助农友做事较轻松。前我们台湾的农民的平均年龄大概67岁左右，那所以农业目前会有缺工的问题。那辅具的寻找跟开发，那是就有助于解决劳动力需求。伊的原理就秘书是伫双手绑蹼动，会提供你2个手臂上一个浮力，然后把你的手撑起来，然后你就自身的肌肉就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面对农业欠工人、加人口老化的问题，这项农业生产辅助工具未来有可能会量产。那上市了后，就使减少农友的职业伤害。